那古早的收录音机啊，双卡的吧，用这种录音带的，用这种录音带的双卡，久的声音会变化，有的会有杂音啊，有的会久了会有卡带会剪带子，没有像手机都不会有杂音啊，这个卡带磁带的，会有机器的声音、摩擦声音。久了，你看那个有的会发霉，磁带会发霉，有的会跑得不顺会剪带，还有会有变化，音质会变化，声音会变化。